今天係星期天，天父必看顧你呢一首詩歌係馬丁牧師夫婦嘅共同作品。兩個人因為對音樂嘅喜愛而彼此產生愛慕而結婚。結婚之後，佢哋兩個人生咗一個兒子。有趣嘅係，天父必看顧你呢一首詩歌嘅創作起源，竟然就係佢哋呢一位9歲嘅兒子。故事發生喺120年前。嗰年，馬丁接受一間聖經學校邀請，為學校編輯一本聖詩歌本，同時又要去附近嘅教會星期天講道。到咗嗰日嘅上晝，馬丁出發嘅時候，發現太太好唔舒服。當時馬丁就好想取消行程，留喺屋企裏面照顧太太。但係佢哋嘅兒子就同佢哋講：爸爸，你唔覺得如果上帝要你今日去講道，佢就會同你照顧好媽媽咩？馬丁從兒子嘅呢句說話裏面得到啟示，於是安心出發。馬丁講完道，即刻趕返屋企，發覺太太嘅身體不單止已經好轉，而且仲因為兒子早上面講嘅一番說話，而完成咗一首讚美詩嘅創作，名為《天父必看顧你》。馬丁見到太太所寫嘅詩歌之後，大為感動。喺短短嘅1個小時裏面，就將呢一首詩譜上咗旋律。幾日之後，佢哋喺學校聚會嘅時候，唱出咗呢一首詩歌，得到大家嘅喜愛同埋肯定。馬丁後嚟就將呢一首新詩加入咗佢為呢一間學校所編輯嘅一個聖經詩本。當年呢一首詩更加收錄喺《救贖之歌》嘅詩歌集裏面，從此呢一首詩歌就流傳到世界各地，成為一首膾炙人口嘅著名聖詩。我好想邀請大家閉上眼睛，你仲記唔記得馬丁9歲嘅兒子嗰一番說話呢？你相信天父必看顧你嗎？只要信，呢個就係答案。天父必看顧，時時看顧，處處看顧。
今天係星期天，講道經文記載喺彼得前書5章7節。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今天星期天又同你見面啦。今日同你分享嘅詩歌係天父必看顧你，所以我好想同你分享一個題目，就係不要憂慮。讓我哋一同低頭祈禱。創造天地嘅主，賜人恩典嘅神，多謝你。世界充滿各樣嘅憂慮，但我哋多謝你喺你裏邊有平安。求你嘅靈與我哋同在，讓我哋一同領受上帝你嘅恩典。交落祈禱，奉耶穌名求，阿門。有人認為人生充滿各樣嘅憂慮，所謂咧柴米油鹽醬醋茶。你會話喂，呢啲係冇錢人嘅憂慮啫，有錢人使乜憂慮啊？咁唔係嘅，冇錢嘅人梗係憂柴憂米啊，要交租啊，要交學費啊，要呢樣嗰樣。但係有錢人都好多煩惱嘅喎，要睇住咧呢一個恒生指數升咗又跌咗啊，銀行嘅息口加咗又減咗啊，咁咧自己上市嘅公司嗰個升降係點樣啊？咁其實有啲人咧，有錢人咧，每日嘅身家都好大唔同喎，甚至有啲人咧啲現金流好少嘅，攞唔到現金出嚟嘅。今日喺世界上邊，我哋有各樣嘅憂愁。有人話細佬哥未出世就開始憂愁啦。未出世嘅時候咧，點解憂愁咧？你知唔知細佬哥一出世係從乜嘢開始啊？係俾人拍到一聲哭啊！咁我一喊，喊咗掂啦！咁於是咧，每個人一出世就從喊開始，然後咧佢一路就喊噶咯喎，有時咧係佢俾人激到喊，有時佢自己都會喊噶喎，咁然後佢屋企人又開始憂愁啦。你知唔知香港你未出世之前已經要去好多登記噶，先登記月子中心。你知唔知咩叫月子中心啊？就係咧幫你你同埋你個 BB 一齊住喺度1個月嘅，好啲照顧你噶，帝王式享受。不過要一早預先訂咗位，然後你一返到屋企咧，開始為個 BB 咧嚟訂幼稚園課程咯喎，於是咧又諗咧幼稚園讀緊嘅時候就諗讀邊間小學啊？有一次我睇個家長咧嚇暈咗我，因為佢要申請小學咧，嗰個小朋友所謂個 profile 即係佢介紹自己咧，哇！真係冇聖經咁厚，都有一本聖經咁厚咁滯。介紹佢又識騎馬，又識射箭，又識呢種語文嗰種語文，哇！又去參加個咩比賽咁。今日人生就係不斷遇見各種嘅困難。你讀小學開始有小學嘅困難，讀中學有中學嘅困難喎。我記得我讀小學咧就係讀中文小學嘅，哇！一升到中學咧讀咗中文中學喎，哇！咁大件事啦。先生個個咧除咗中文堂之外咧，個個都講英文嘅，聽到我咧一頭煙。每日嘅書包鬼死咁重，因為我唔知邊堂打邊堂，所有嘅書包就孭埋一齊，唔好似而家有 locker 嘅，以前冇嘅，咩書都孭住喺書包裏邊咧，一齊帶晒返學。而家我哋咧就考 DSE 啦，我嗰個年代咧就考中學會考啫。哇！我啊犀利啦！我哋中學會考之前咧有個叫 mock 嘅，考 mock 嘅時候咧，我係考8科，科科都肥佬嘅。
老師派個成績表俾我，同我講：喂，你都係冇乜希望㗎啦嚇！今日喺我哋人生真係遇見各種形式嘅困難，但係今日我同大家讀嘅經文呢，就喺彼得前書5章7節啦，頭先讀過啦。咁啊，我想呢先同大家讀腓立比書第4章第6節，保羅講嘅説話。保羅話：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住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係啦，意思即係話呢，唔需要擔心，我哋嘅天父呢必定看顧我哋。彼得前書頭先我哋已經聽過啦，第5章第7節，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好似我哋今日聽嘅詩歌一樣，天父必看顧你。無論遇見咩事情，唔需要驚，唔需要怕，天父必看顧你。必將你藏喺佢嘅翅膀底下。有時勞苦中有失望，但係天父會看顧你。危險臨到冇定匿啦，但係天父必看顧你，因為天父嘅看顧係點啊？時時看顧，處處看顧，天父必看顧你。呢首詩歌在提醒我哋神從來唔放棄我哋。我哋只要將一切嘅憂慮點啊，卸給神。咩係卸給神呢？即係好似你抬緊嘢，抬到好攰啦，有人話我幫你，好啊，就掟俾你啦咁。唔係淨係咁嘅，卸給神嘅意思即係話呢，我哋將我哋生命嘅主權放俾神，讓神做主，交俾神。依靠神，但係我哋仍然呢都要自己努力噶噃。你唔可以呢考試之前搏命祈禱，祈完禱呢就希望呢上帝呢俾你呢一定考第一嘅。頭先講翻我中學會考，考完 mock 之後4月底啦，3月底4月就自己翻去溫習。5月就開始考會考啦。咁呢一個月時間呢，我又點算呢？我就真係交託俾神啦。我又祈禱求神，神啊，求你幫我。因為呢，我阿媽同我講：阿仔，你成日去教會，我睇下你考成點。咁我就同上帝講：喂，唔掂啊！我一定要考好啲啊！如果唔係呢，阿媽就唔想我去教會，唔俾我去教會噶啦咁。我又好感恩喎，教會嘅牧師對我好好。我哋教會咧有7層樓嘅，7樓之後就係天台啦。天台埋邊咧有個即係樓梯上對嗰個位咧，佢係特登為我預備張書台仔，有張凳喺度，唔使開燈，因為有樓梯燈，有太陽射入嚟。我就由朝頭早7點鐘開始咧，返到教會咧，喺嗰度開始讀書。除咗食飯之外咧，夜晚10點返屋企瞓覺之外咧，其他時間我就係坐喺嗰張書台嗰度咧，一路嘅去讀書，一路嘅讀。當然咧，當年我仲有呢個秘笈嘅，咩秘笈咧？就係食乜乜排雞精咁啊！哇，真係食咗好犀利喎，好似食咗飲咗咖啡咁喎，讀到好夜都好精神嘅。好啦，考完試啦，放榜啦，我就好緊張，攞咗個成績表一睇，我考幾多科啊？8科啊嘛。Free Camp By 我最差嗰啲就 FGH。好啦，哇！其他啲科咧一路咧E 咁啊，最好嗰科 History 咧就 D， 咁啊 D 咁啊，一共5科合格。
咁咧，我人生就唔同咗啦，因為我可以讀預科，可以繼續我嘅學業。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卸俾神，唔係我哋躺平，乜嘢都唔做嘅神咧係要我哋將憂慮卸俾佢。其實即係話咧，我哋要將主權俾佢，讓神喺我哋生命裏邊做主啊！另外一個好深切嘅經歷咧，就係我準備去進修讀完神學，喺教會做咗一輪之後，覺得哎呀好攰啊，想進修下，咁於是咧就四圍申請睇下可以申請咩啦。當時咧我係浸信會嘅，咁差會咧就有獎學金嘅，咁我問下，喂，獎學金點申請啊？佢話我哋咧要申請咧，如果你而家攞咗碩士啦，咁咧你要讀高一個學位，即係話你要讀博士先可以俾獎學金你嘅。哇！我四圍抄下有咩博士可以讀咧，咁最後揾到咧叫做咧教牧學博士，要求低啲嘅。咁搞咗一輪申請啦，結果咧就故仔好長，簡單地講咧就係我申請到啦，就去咗美國啦。我去美國嘅時候咧，阿媽就俾咗500蚊美金我，阿仔我哋屋企係得咁多錢嘅啫，俾500蚊美金你慳啲使啦咁。哇！我去到咧初嚟報到，一上堂嘅時候，突然間發現自己好似唔識英文咁喎，因為美國人咧講英文講到鬼死咁快嘅，而家佢嗰啲係 American English， 咁咧就唔係我哋 British English 喎，唔係 Oxford English， 所以咧好唔同嘅，聽到我一嚿雲。仲有咧，佢哋嗰啲幽默感又同我唔同嘅喎，啲人咧，我覺得我識聽明佢講咩，但係有咩好笑咧？佢哋唔係喎，笑到咔咔聲咁喎，搞到我咧第一日上堂咧真係唔知做咩，坐喺度。後來原來有同學提我，喂，你喺堂上成日都唔出聲唔掂㗎。老師咧，我哋上堂咧，老師要睇我哋反應反應差咧就俾分，有呢啲分俾㗎咁。哇！以後來我上堂搏命都講嘅。我講咩咧？我嘅優勢就係我講東方觀點中國觀點，咁佢哋掌握唔到啦咁我又咧搏命睇電視睇報紙，咁變咗咧，我後來咧都掌握到。不過咧交功課就好慘啦，每次交功課咧老師咧都退回嘅，最少我做多次或者甚至2次，因為咧嗰個老師話：喂，你讀博士喎，所以啲句子咧要每個句咧最少3、4、5、6行嘅，唔可以2句就講完。仲有嗰啲名詞咧唔再用嚟用去嗰句嘅講完man 又要講 mankind 或者咧 person 咁，用唔同嘅字總之而家容易啦，而家 Google AI 都同你搞掂。而家嗰陣時唔得噶嘛，咁咧搞到我咧試過一個人喺圖書館自己一個人讀書，因為嗰陣時博士班自己有個即係台嘅專用台，可以放自己嘅書。突然間我讀到咧悲從中來，大聲喊喎，周圍好似冇人我自己都點解喊起上嚟因為覺得好慘。但係轉眼間3年咧過去咗。當我畢業嘅時候咧，就有所謂畢業考試啦，要口試。咁老師問我一句，上當然問你論文內容啦，但係佢最後問我一句：喂，你讀完呢個博士班，你覺得你最大嘅得着係咩啊？我話你聽，最大得着就係 discipline 啦，紀律。因為我生平都未讀過咁多書我從來好懶讀書嘅人嚟噶嘛。今日冇錯。當我哋倚靠主，好似彼得話：我哋將一切憂慮卸俾神，就係將主權交俾神，求神保守，求神帶領，
於是聖經就話佢會叫神會顧念我哋，因為神要看顧我哋每一個人。有啲人覺得做基督徒好麻煩嘅，上帝咧俾我哋好多限制好似呢個圈咁。基督徒又話唔做呢樣，又話唔做嗰樣，又話唔可以食煙，又話唔可以飲酒，好多限制嘅。其實呢度亦都提醒我哋，話俾我哋聽，基督徒其實我哋信靠主，天父必看顧我哋。我哋喺主裏邊咧，先係有咩真正嘅自由噶，弟兄姊妹。今日讓我哋能夠掌握到天父必看顧我哋嘅信息，我哋讓神做我哋生命嘅王，我哋將我哋需要交託俾神。當然，我仍然要繼續努力嘅去做，因為我好相信呢句 God helps the one who helps himself， 即係神助自助者。如果你自己都唔幫自己，神點可以幫助你呢？所以今日求主幫助我哋，幫助你，唔好要憂慮，因為一天嘅憂慮，一天嘅難處，一天當就夠啦。今日係咪憂慮裏邊呢？讓呢首詩歌天父必看顧你，成為你嘅激勵，成為你嘅提醒。天父必看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天父必看顧你。今天星期天歌詞默想，任遭何事不要驚怕，天父必看顧你，必將你藏他恩賜下，天父必看顧你。有時勞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顧你。危險臨到，無處躲藏，天父必看顧你。一切需用，主必供應，天父必看顧你。無一祈求，主不垂聽，天父必看顧你。天父必看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他必要看顧你，天父必看顧你。請你領受祝福，但願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嘅神賜福幫助你，讓你曉得將一切嘅憂慮卸俾神，以致你體會
神必顧念你。又如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神嘅慈愛、聖靈嘅保守同埋引導，常常與你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